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副总统赖清德昨亲身去日本爱德金首相安倍晋三，早起嘛去庙寺送安倍最后一程。过来今仔增加31152例本土病例，有60个人死亡，死亡人数是最近2个月来上少的一日。美国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火势惊烧掉930公顷的树林，西班牙甲葡萄牙嘛出现42度的高温。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31152例本土病例，有60个人死亡，死亡人数是5月25以来上少的一日。指挥中心表示讲，一般的拜二拢是一礼拜内病例数上侪的一日咯，也毋过今仔甲顶礼拜二比起来是减少1%。以前嘛是有较长河，也毋过速度是较慢。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确定病例有本土病例31152，那境外移入是145，死亡个案是60啊。那今年到7月11号，本土病例总共有407万736例啊。那今天新增92例的本土中重症以上的个案，那所有的这个确诊病例里面啊。轻症跟无症状占99.55%。今天公布60例的死亡个案哈，应该说5月25号以来哈，那个死亡个案数最少的一次哈。我们当时5月25号是76例死亡。那今天新增的死亡个案是从90多岁到30多岁。那30多岁的这一位本身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一位男性哦，他本身也没有已知的慢性病史。那我们今天没有新增的这个儿少的死亡或者是儿少的重症。过来目前已经有4例Omicron BA.5的本土病例哦，有感染科医师嘛提醒讲，变种病毒应该会搁在社区传烧，9月份哦，确诊人数有可能一日搁会超过5万例，所以建议民众哦，至少拢爱注3档的疫苗，嘛爱继续认真防疫。指挥中心伫11公布，咱国搁增加 Omicron 变异株 BA.5 本土个案，本土变异株病例累积来到4例。感染科医师讲，病毒潜伏期本来上长，是有14天，目前边境检疫政策难免有疏失，变异株进入社区造成大流行，是会当看到的未来。国外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当参考了哈。那假设9月以后 BA.5 真的有造成一波流行的话呢？是有可能每日的确诊人数回到5万左右哦，那会不会更高到接近10万？这个就不敢讲了，因为这个看当时的防疫措施，还有民众他们觉得这个疫情对他们讲是有很大的威胁呢，还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目前国内疫情有慢慢下降的趋势，因为国外经验变异株将来会阁有另外一波的流行。感染科医师表示，目前观察致死率差不多，也毋过传播力增强，所以未来死亡数是偌济，也无啥会当精准的预测。还阁看新一波流行的规模，甲疫苗注射率，敢是继续提升，尤其是免疫较弱的长者参自动族群，拢建议爱自愿3剂。儿童基本上还是以打3剂为原则，就跟成人一样，因为有些研究发现说，不管是儿童或成人，只打2剂的话，对变异株的效果可能就只有20-30%，大概要打到第3剂才能够把保护效果提升到50%以上。另外，疫苗厂商 AZ 公司研发出会当抑制新冠肺炎的抗体药物，透过注射的方式防止重症，也有方发病。已经予欧美几啊国批准会当作为特别进境药物使用。李冰英认为，这款的药物可能伫一开始有效，后续也是爱看病毒的变异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今仔早起举行一场新册发表会，记录集中检疫所的一本册，叫做《正义保瑞》。部长陈时中亲身主持哦，因为部长打宣布讲要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外界嘛讲哦，这场发表会亲像是部长伫卫生福利部的毕业典礼。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伫国际之间一直滚加，为兼顾民众安全甲经济发展，台湾伫2010年1月，带头全球设定已经集中检疫所，甲即马全台已经整备21000多间，哪查32000多名确诊者。卫福部发表一检索防疫记录全书，检疫堡垒由部长陈时中亲身主持，也被外界解读是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进行的毕业典礼。这不能这样讲哈，我想战役堡垒最主要是我们检疫所的一个辛劳。那本来都应该要在整体的疫情来结束哈，但是其实中间大家都历经了非常多的辛苦。不过回顾这2年外的防疫，也互外界批评，包含台湾边境管制虽然做得真好，不过伫疫苗采购、药品整备甲快筛试剂等3大防疫工具，却无超前部署。身为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的陈时中，爱负上大责任。购买疫苗，我们起头算是早。整体的计划也算是早，那中间有一些的相关的波折，有一些的干扰，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国家给我们协助，那要把这个破口也补起来。另外有专家预测，新型变异株要进入社区，地数年底确诊甲死亡超过10000例。外界批评陈时中闹跑参选，陈时中强调疫情变化多端，不论伊是毋是伫指挥中心，拢有坚强伊有后盾应处理，拢会根据医学实证、各国经验妥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洪庆赛死亡哦，今仔举行丧礼。咱国的副总统赖清德昨嘛亲身去日本去安倍处理哀悼。赖清德嘛是台湾日本伫1972年断交以来去日本上关战级的官员。主持媒体人石本明夫就分析讲，这是真重大的外交突破，中国是一定会抗议。今仔早起有日本媒体嘛翕到副总统赖清德有去表示，送安倍最后一程。在驻日本代表谢中廷的陪同之下，副总统赖清德11去日本，去甲中日不幸逢庆祝过往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念香，而且按算出席12会举行的丧礼。根据了解，赖清德是以家属亲友的身份去念香的，行程原本是保密的，不过因为日本媒体有翕到画面，才会去互公开。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指出，日本政府常常发访问日本的签证给赖清德，是1972年台日断交50年以来外交重大的突破。中国罢免的大声抗议。对于赖清德副总统的出访，确实给中国一个严重的这个措手不及，当然会有非常强烈的不满。由于是赖副总统他的私人的行程，外交部我们这边没有其他的讯息来进一步的说明或者是评论。那后续呢，我方会跟日方来保持联系。如果有其他的具体事项需要分享的话，那外交部另外会再适时做说明。学者分析，赖清德这届去日本念香是真低调，差不多拢无准官方拜会行程。这届台湾甲日本的处理方式，拢希望对中国甲日本的关系莫造成伤大的冲击，嘛要避免伫两岸关系引起无必要的问题。如果副总可以去的话，行政院长可不可以去？行政院副院长可不可以去？外交部长可不可以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当然就是突破。如果这只不过是一个个案，然后是因为安倍的这个商旅，在未来的一个台日的这个交流上面，我们该努力的地方还是有很多。过去捌拜访日本的台湾高层，包括李登辉，伫1985年捌以副总统的身份，为乌拉圭回国的路人去访问日本。前副总统李秀莲嘛，伫卸任了后，受到邀请去日本演讲。也那蔡总统是伫2011年甲2015年，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去日本拜会安倍因小弟岸信夫，密会安倍晋三。赖清德因过捌伫争取党内总统初选的提名的时阵，拜访日本，嘛捌甲岸信夫做伙食饭。记者综合报道。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参加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的交接典礼哦，这是伊代表民进党参选新北市长的头一个公开的行程。林佳龙嘛强调讲，总统蔡英文讲哦，伊是民调上悬、上法度团结党内拍赢对手参选新北市长的人选，所以伊并无拒绝的理由。台北 Plus 12门课既适用台北，也适用新北，没有需要去做这个根本的变更只要把在新北这一块再把它讲出来就能够马上形成了我们的政见。
林佳龙加油，加油！什么时候要宣布竞选连任呢？在这段时间，我会尊重中央以外，也会全力的配合。那更重要，我还是因为是现任的市长，所以现任的市长还有很多的市政工作，还是要把它做好。新北市长侯友宜嘛为林佳龙加油哦，也毋过侯友宜阁还未宣布讲什么时阵要竞选连任，只强调讲会配合党中央的规划，嘛会继续来拼市政。再来看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争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搁再提出质疑，讲新竹科学园区的研究报告看起来亲像是专门为林志坚论述性论文来规划研究的。也毋过林志坚是强调讲，即马学校已经开始调查了，望讲各界毋通搁影响公论，造成学校的压力。只有跟林志坚有关系的这案子是跨年度的，用剩余款。用限制型招标给他的，这个里面学问真的是很深的，很大哈。程序走完之后，我有自信就会还给我一个清白。那这一段期间，请大家也要尊重学校的独立性、公平、公正那不要再透过舆论媒体的方式抹黑。泼脏水，然后给学校压力。林志坚嘛强调讲，一切交予学术甲司法来调查哦。今仔早起，伊甲户口对新竹迁到桃园的中立，伊表示讲未来嘛继续现任市长郑文灿的建设甲规划，包括铁路地下化，也是捷运延伸到中立的旧城区哦。伊若是当选，就会用上短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建设，互中立如何发展。再来看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昨暗参加一个餐会，结果雄脑中风送病院急救。病院是表示讲，副市长到病院之前已经唔知影人咯，赶紧做脑部的手术。目前人伫家护病房观察治疗，未来的一礼拜是关键。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11暗时陪市长关系参加参会时阵，无事时倒落去，经去送去到病院的时阵，意识无清楚，血压偏高，进行电脑断层才检查的结果，发现正平大脑大片出血，合并中线变移，马上进行开颅手术，手术时间差不多是1点半钟。目前在镇静治疗状况之下，病人大概就是处于一个深度昏迷的状态，所以比如说昏迷指数那些都不是非常的重要，主要是看他的颅内压的状况。针对蔡炳坤的病情，院方表示，正平大脑出血性脑中风，未来1礼拜是关键观察期，会重点观察脑压甲血压。目前，宜兰院区已经组成医疗小组积极照护。医师分析，大量出血造成中軸線偏移，影像学顶悬是脑压是真悬，未来1礼拜爱观察意识变化，若症状有改善，有期乐观。反倒但也是无改善，上严重可能会死亡或者是失不停。中轴线偏移的话，就代表脑可能会被压扁，会非常危险。如果没有紧急减压的话，有可能会有生命上的危险。那就算没有生命上的危险，将来可能会留下比较严重的后遗症。是啊，我们之前就有一个代理系统啊，我这人做事都有 SOP 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副市长下面有副秘书长，所以理论上副市长不在的时候，副秘书长可以 take over。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已经讨论要启动工作代理系统，通常是由副秘书长来代替副市长的工作，袂让台北市府的工作运转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媒体指出讲，咱国军家己设计制作的畅水艦按说明年的9月份会当落水，是2000多吨级的畅水艦，性能是比海军现在的减量级的畅水艦进步大约8吨到10吨哦。国防部表示讲，目前各座的畅水艦的计划拢有依照规划进度的做。各座舰艦赶进度。头一只原型艦有散达到493亿，也毋过建造过程真波折，定力爆出朝韩国籍争议，也毋过大船用行动破除谣言，互舰艦各座慢慢进入稳定期。经济完成难度较悬的6个船段压力壳加庞大，就连鱼雷发射孔的开孔加加工作业，拢比规划时阵更较精准。即马就传出。明年9月，就会请总统蔡英文主持落水典礼，
2025年底，高虎海军年56舰队接受战术测评。确保全案顺利的遂行，也是国防部重点的工作。目前潜舰国造的工作由台船依照合约的规范来办理，那么整个计划也完全依照计划的节点来实施。另外，关键的鱼雷先进成立等红区装备加上战斗系统，预计明年的第一季高运来台，接落来会陆续安装，并9月完成全南方壳涂装的作业。完成南搭载盐酸电池，会当伫水下潜航100点钟，甲咱国即马的潜舰性能比，各做潜舰比减量级的潜舰进步82年。伊作战能力是真好的，会当一摆配备18粒的美国製的重型鱼雷，反制强军水面艦甲水下潛艦。1枚鱼雷就可以击毁一艘水面舰，因为通常鱼雷击中的是水面舰龙骨，不管是钢板或是压力壳的建造我觉得我们在此跟台船鼓励说，好，你就是尽量按照时程把这个船段做出来，然后出来测试、尝试公示然后赶快交付海军。国防部应对中共威胁，今年万安45演习结合航空演习。采用预警方式，伫25到28分区实施。特别注意的是，即摆会为台北、台中、台南各选一个点，试办防空警报响起来了后，请停伫路边，驾驶乘客需要落车听从引导，就近避难。国防部会检讨成效，明年扩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间专门咧做学校营养午餐的业者宣告破产。云林菜西山小班是讲，这业者3月开始教材就拢无附效，因的损失大约是400万。因为这2档以前嘛已经有10间的营养午餐业者倒啊，有工会嘛认为讲营养午餐的绩效应该要重新检讨。规栋青色的厂房当规排火车，台中正出名的学校团体供产业者盛基食品公司，伫7月初2倒档，标定的公司名早就摕落来啊。啊，那留伫工厂内底员工是无愿意加讲。公司可以派人出来回应吗？就是可以简单讲一下吗？盛基食品公司委托律师打公告宣告破产，讲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趁无够用，当无钱空，会按照法院的指示尽力处理欠销的问题。不过，甲盛基食品合作5档的云林菜西山小班的农民就批评讲，这间业者为3月就开始欠销，拢总有400万，这么多年来信用全部拢消失。6月也跟我们讲说要开支票给我们了，结果。再隔一个晚上，他说那个跟他没有关系了啊，然后就谢谢再联络了，损失大约有400万。全国产业工会表示，这2年来团体供产业者受到疫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中昼顿的量减少，而且原物料阁起价，全国拢总有10间厂商倒大。因教育教育部重视中昼顿计算上价的问题，制定一套计算的公式，各县市会当按照规定来办理。譬如说当这些 CPI 指数、食物类啊，还有当基本薪资调整啊，跟油价调整，它可以去研拟一个计算公式。希望是说政府应该是去研拟合理的调整的一个机制啊。我们有2所学校111学年度午餐食材供应，教育局已经请这2所学校依照政府采购法重新办理午餐食材的招标作业。台中市教育局强调讲，盛基食品公司有包2间学校的中昼顿，不过目前顿咧休煞，所以无受到影响。接落来，请学校按照政府的采购法，中昼顿的食材定个招标。记者综合报道。中经院上新的调查发现，讲今年4月份台湾制造业新增加的订单是2020年7月份以来头一届减少哦。因为通货膨胀真严重，劳动部嘛暗示讲今年的第3季会阁再来讨论讲要起基本工资。也毋过，全国商业总会是认为，无应该将物件起价压力当作是资方的责任，让资方来吸收。今年俄乌战争甲中国防疫封控，致使原物料价销无正常波动，供给当然需求下修。加上全球高通膨甲美国升利息政策，也让原物料后续走势真歹预测。根据中经院的调查，今年4月份台湾制造业新增加的订单，是自2020年7月以来第一摆出现缩减。造业2022年上半年营运状况远不如预期。指数中段连续3个月扩张转为紧缩，
比前期大跌了13.9个百分点，来到46.7%。而且制造业自2021年下半年起，利润率已经转为较2021年上半年下降。除了制作业面临压力，调查中也看到以类似为导向的非制作业，今年佫一摆受疫情冲击，也面临转型甲营运成本提悬的挑战。加上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连续几个月超过3%，国内薪水成长则被着物价起价。今年1到5月实际经常性薪水年减0.2%，是近6年同期第一摆负成长。劳动部按算伫第3季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讨论调薪，不过上总认为物价起价压力应该是资方的责任。基本工资不管这个涨多少，我想多多少少对整个这个通膨还是有影响的。为什么？因为会转嫁到一般的消费者身上去。虽然好像看起来是收入面增加，但事实上它反馈回来在通膨这块，它收入面还是没有增加。考试部表示，基本工资不管起偌济，通膨的影响也是会转到消费者身上。基本工资调薪是不是上面准？不管是调悬到什么地步，百姓压力也是存在。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要伫高雄南亚溪产业园区设厂，按算8月份要动工。也毋过，市政府要交予台积电的中油5轻的地点哦，因为长期弄积水，外界嘛质疑讲，这敢是地下水，嘛烦恼讲会造成离厝的污染哦。今仔早起就开记者会，要求市政府应该说明。市长陈其迈是强调讲，不管敢是污染，还是台积电设厂的计划，目前是拢无问题。后年楼体自救会成员夜摆啊画口号叫市府讲清楚，因为拢住伫台积电伫要入来中油5轻旧地址附近，却发现这块土地种植解热了后4月开始长期积水，烦恼恐惊毋是雨水，是地下水泡起来造成土地易处污染。下过大雨之后，其实淹水的部分并没有加剧那么多，那表示它的水不是来自于雨水。那个水没有问题吗？流动来流动去的，整个大地都是一塘水。你把3之1解裂了，隔壁的水会移过来吗？自救会当地里长3月就捌质疑，包厢将种植废水排入去无坎的排水面沟，会造成地下水易处污染。搁伫个明大的陪同下做伙入去勘查，当时市府就捌表示水质监测无问题，这区的土地甲地下水嘛分别伫3月甲5月底解除列管。地下水的部分是依据。工区里面有23口的地下水井采样分析的结果符合标准予以公告解除列管。污染的整治跟台积电建厂的期程都没有问题。台积嘛强调会如期进行，经发局嘛表示6月已经同意予台积电使用土地，但民代嘛质疑若无问题，是安怎台积电一直无来签约点交，连动土拢是市府代宣布，希望市府讲清楚，找第三方公证单位来做验收。确保台积电来高雄袂有变数。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国民法官的制度明年会实施哦。司法院今仔是开记者会，嘛邀请劳动部长柯明春甲上总的理事长柯书博出席，强调讲未来民众诚做国民法官头家，就爱依法互员工请公假，嘛袂当有理由拒绝哦。也毋过未来国民法官有可能连续爱开几啊工的庭，敢有配套的办法，则爱个讨论。各地法院当咧进行法定的模拟，因为国民法官的制度明年就要实施，只要涉及重大案件，未来拢会由民众甲法官共同审判。去用抢到的人，便若接到通知，原则上都要遵守到庭。国民到法院来当国民法官，备位国民法官以及候选国民法官，雇主应该给予公假。如果真的有实在有重大的困难事由要如何来向法院说明，让法院可以及时处理。翕宣传的影片，除非有重大事件，原则上袂当单纯以爱上班为理由，拒绝做国民法官。司法院还阁特别找劳动部长柯明春，甲上总理事长柯书博参加记者会，阁专工写互头家人的一张批，强调资方应该爱互员工公假，嘛袂当事后算小，甲员工处分。好，那这件事情我是期待劳资双方都能够正向的去看待它了哈。我想企业界对这个国民法官既然是国家的一个制度，企业界应该理应要支持的，大家可以互相协商一下嘛，协商一下，当然是没有办法说每一次都到庭嘛。柯明春呼吁劳资双方互相配合，
上总理事长柯树波嘛讲，徛伫资方的立场，伊是全力支持。不过，国民法官新制度会采集中审理，甚至是连5天的上班日都有可能爱开庭。这敢会影响资方准假意愿，或者是冲击劳方配合校订。政策实施进前，相关的配套拢爱考虑。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加州正出名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顶礼拜火烧，火是炭了真紧，已经烧掉930公顷的树林。当地是有超过500丛上青灯的红杉哦，嘛真危险。另外，亚洲最近这几天天气是非常的热，西班牙甲葡萄牙一寡所在出现42度的高温哦。法国嘛发生今年头一届柑仔丝的热浪警报。树林内底火真猛，乌烟冲到天边。美国加州有名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切切传出森林野火，消防人员伫树仔四界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互火势炭火时阵，这丛树仔会用受到保护。野火伫树末拖甲真紧，根据上新的统计数据，烧930公顷的林地，好佳在25派火势已经得到控制。And so far, we have not had any giant sequoias burn, which is wonderful. We've done a lot of preventative measures. We've done prescribed burning over the years. We've done a lot of the fuels treatment.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底有千年历史的杉木木，佮叫做火熊巨人，是世界上上古老的红杉。当局出动数百名消防人员，甲几十只直升机抢救，目前也无清楚野火发生的原因。不过，南欧面临第2波热浪侵袭，西班牙甲葡萄牙气温冲到40度，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破纪录42度的高温。民众是热甲挡袂牢，启动窗外电动车养种地，照护机构内底老大人水是一直站伫身躯边。There's going to be a heat plume effect that will make temperature levels rise to around 35 degre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France and 40 degrees in the south. We predict that temperatures will continue rising in the future. This phenomenon is likely to become more frequent due to climate change. 英国切斯特动物园为大象冲水降温，乌猩猩是食冰凉的水果。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估算，因为热天日头实在有够大，加上北非暖风形成热浪，恐惊还佫继续几夜天。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再来看开200亿美金打造微波太空望远镜，升空超过半档哦。最近传回头一张高品质彩色的相片哦，外面看到的星系已经存在超过131档咯。这嘛是目前咱人类观察宇宙上远上真重的影像。咱做伙详细来看卖。美国航太总署 NASA 11伫白宫举办仪式，抢先公布微波吊镜掠到第一张高位置全彩深空影像。这张相片是甲即马上远也上清楚详细红外线深空影像。美国总统拜登伫干部会展馆看到这张相片了后，强调美国太空探索能力强大，发现广大宇宙佫充满无限的可能。These images are going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America can do big things, and they remind the American people, especially our children, that there's nothing beyond our capacity. NASA 表示，这张图片由微波吊镜的经红外线相机伫12.5点钟内用无同款波长的光所翕的影像组成。顶一台哈勃吊镜需要几个礼拜才能翕完成。影像当中，感觉色、蓝色甲白色光线交织，这星系有的甚至伫宇宙大爆炸初期了后，都已经出现。They're going back about 13.5 billion years. And since we know the universe is 13.8 billion years old, we're going back almost to the beginning. That is the discovery that we are making. 开100亿美金打造的微波太空吊镜，自2011年12月5日亚旦节发射升空，用火车外形的大型加样板是微波吊镜的重要组成部分，面积相当是一个网球场。微波吊镜升空主要负责2大任务：第一就是翕宇宙形成最初的光线；第二就是探测广大宇宙当中是否有适合人类住的行星。It is going to be so precise, you're going to see whether or not planets, because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that we can determine with this telescope of their atmosphere, if those planets are habitable.
NASA 甲欧洲太空总署甲加拿大太空总署互相合作，会伫美国时间12公布更较侪微波条件所传回来相片。公司新闻警方请朋友。来看，日本消防队过去只有普通的救护车甲急救的设备，也毋过最近日本成立一个有自动电击插管注射等设备的高级救护队，会当伫第一时间做愈侪抢救，再个转送到本岛的病院治疗。即马进入旅游的大月，离岛甲兰屿清早传出有救护车，爱驶去海边啊救渡水的游客或者是民众，因为离岛医疗的资源有限，重大伤病患者要是爱靠送去本岛治疗。不过，伫第一时间抢救患者的过程，对准活率甲复原的程度，拢有真大的帮助。台东县政府特别投入离岛的基金1300万，训练卡手甲买设备。这个月伫离岛成立国内头一个离岛高级救护队，甲本岛同款，会当第一时间抢救离岛民众的性命。我们立岛来拼这个国际观光度假岛，来拼这个慢经济、热火慢游，那才有意义，因为这个是基本必须配备的。台东县消防局表示，离岛高级救护队的急救能力，包括配这套会当炸出门的电击器、甲生理监测器，还有自动心肺复苏机等等救命的设备。救护员会当照医师的指示，甲患者插管或者是注射，这急救的措施，为救到患者到送去直升机，再搁转送去病院，规个急救的过程拢袂去牵着，安尼会当大大增加患者的存活率。这个空中转诊座位的程度也都是蛮高的哈，他们可以完全衔接我们的高救座位，一直送到台湾的这个本岛上的后送端。不过，高级救护队的成立，毋但是提升设备，还阁需要有受过训练的卡手。目前离岛是绿岛先成立，也若咱市的高级救护队当时才会成立。台东县消防局表示，已经规划好势，就等卡手有够，而且完成1年的训练。按照伫2025年成立咱市的高级救护队。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土豆长个大出，也毋过华人一寡所在的土豆产却传出讲有病虫害哦。江河地区的土豆嘛已经产量减，因为虫害减少3成咯。即马嘛传出讲油啊嘛受到影响。受到年初教雨的影响，华人今年真侪所在土豆叶啊拢像安尼有乌斑，而且互农民头壳毛咧烧的是。土豆园内底还阁有真侪乌豆虫，伫创这叶啊冷去了后，土豆就恶生，扣起来土豆数量是比往年减真侪。在我们监测点单点都有发现257只以上的状况，那我们也有跟中央的防检局填报预警系统。我光雾乡的花生总面积大概在50公顷哈，有10公顷特别的严重哈。还有这个因为气候的关系也正值我们的那个果实蝇很猖獗哈。根据关府农业处的统计，目前受到乌豆虫影响上较严重的所在是伫光复乡。另外，东方果实县也就是蜂仔的数量嘛直头增加，因为烦恼文旦油会受到影响。目前严重的程度已经建议都要下药来防治。在防治斜纹叶蛾的部分来可以进行费洛蒙的一个诱引剂，来诱杀成虫。那针对东方果实蝇还有瓜实蝇的部分呢，它主要是危害大概在瓜果类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请农友来考虑用那个甲基丁香油。农业处强调讲，目前药拢已经配送去农会，若是有需要的农民拢会当去领。光复农会是表示，目前土豆拢已经扣了不过光复乡的产量是减3成。计小平均是起1成至2成，政府呼吁农民，受损若是严重，就要随做通报，会随请食物医生去勘查。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台南市美术馆的强势展话题真侪，嘛请真侪观众。即马农历7月特别到咯，市政府以在地真出名的单手牛传说为主题，要带民众来实在台南另外一个无同款的世界。强势展带来一波观光人阵，台南市管理局阁准备伫咧农历7月期间，邀请全国的民众来台南听在地单手牛传说。他要固守传统的妇女的这个节操，终身不再出嫁。大家观光相互嘛，一个是师爷，他是台湾府师爷一个是台湾知县，他们住的附近，他们讲就是显现一些神迹。相传单手牛出世伫咧高府妈庙附近。伊的翁婿真早就过往，单手牛唔愿嫁予别人，受尽侮辱过身，做鬼佮甲性命对答，在地人对这寡传说拢袂生分。他那是很会推销，袂歹，他哪讲？因为他会结合这帮最热门的就是僵尸法，
啊配合陈守良，啊个7月时啊，我感觉构想很不错啦。而且因为故事的场景拢伫咧府城旧城区内底，陈九娘的故事也佫有伊的牌位作证。关旅局规划串联相关的场景，包含高府妈庙、府城隍庙等等，做一座府城的古迹文书旅程。我是很欢迎啊，很欢迎大家能够来了解一下，因为姑姑妈的历史。再来的话，就是也了解说，陈守娘真的不在我们这里。那从陈守娘的这个出生地姑父八庙，然后到府城隍庙，一直到我们的孔庙，啊，整个路线是非常完整的体现这个讲解了陈守娘的这个。有强势店做开路股，搁再加上农历7月要到，台南市府搁再搬出民间故事，要吸引民众来过7月。记者综合报道。关金以感股、无股不成金。今仔台湾日子，咱们来了解一个美国记者威廉牛顿。真侪人应该拢是头一届听到这名哦。为什么咱们来了解这位记者？因为伊的报道，互国际社会甲咱台湾民众清楚来了解228事件发生真正的台湾社会是啥物模样，为台湾人发声。所以咱今仔就简单来了解伊的故事。威廉牛顿1912年伫美国俄亥俄州出世。伊大学是读新闻系，一毕业嘛做过记者哦。伫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伊加入美国陆军的航空队，伫欧洲甲中国做兵。伫第2届世界大战结束，威廉牛顿就伫中国退伍，伊就留伫上海做美国报社的海外通讯员。威廉牛顿迄当时伫中国听到讲中华民国政府接受台湾了后，因为无公平金融政策，就占台湾的对外贸易，造成台湾的状况是真惨哦。所以，伫1946年的3月份，伊亲身来台湾采访。迄当时，台湾省的行政长官陈仪一听讲有外国记者要来咱台湾采访，就讲要来帮伊安排行程。也毋过，威廉牛顿拒绝，伊家己坐车，台湾大街小巷南北二路细透透。伊用目睭看，用耳孔听，实际采访来了解。后来，伊写出4篇的新闻，其中有一篇佫刊伫华盛顿日报的头版。标题是写讲 Chinese explored Formosa worse than Japanese did， 意思是讲中国人bắt写咱台湾比日本人愈较严重。威廉牛顿写的这报道嘛，比美国华府不得已派出官员来台湾了解状况。有人讲哦，威廉牛顿伫台湾采访的故事，就亲像是前几档韩国一出描写光州事件转型正义的电影，或只是一个客定车司机的台湾版本。伊来台湾采访，互大家有通来了解228事件发生真正咱台湾的现象。也毋过真遗憾哦，威廉牛顿记者伫1949年的7月12日，要登去美国的时阵，因为飞机失事过往，才38岁尔。所以威廉牛顿的一生是真短，也毋过伊为台湾人发声，来到台湾追查真相的精神，是值得后备记者一世人哦来追求的模范。台湾历史上今仔日的大代志，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继续来看咱今仔台南市哦，这个月要举办台语月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台语有够拍，有台湾的囡仔歌、台语的词啊、户外电影院，台南嘛有真侪台语友善的店头。文化局是表示哦，要互民众来感受到讲台语上实行。轻快趣味的囡仔歌，这是台语歌手詹立兴的创作。除了要鼓励学生囡仔写台语歌，即马来台南一寡酒吧，每礼拜拢会当听到真侪台语流行音乐。拍算是拜三，拜三的时阵，阮的营业的时阵，就是会放规工拢会放台语歌。真有足侪少年人拢唱台语歌，拢唱啊足好的，啊，所以讲我感觉足适合伫阮酒吧遮放。台南台语月活动14日开始，今年的主题是台语有够拍。活动除了有台语电影，有台语词啊通写，为着要鼓励台语创作，阁有台语囡仔歌教歌比赛。过去咱有足侪童谣吼，囡仔教囡仔唱童谣即个物件。今年咱特别哦，希望讲咱的国中生、高中生会当去改编咱的歌童谣吼，由少年人
改编了用较无共款的曲调来唱出因对台语的这个感受。叶德山表示，即马25岁少年人会晓讲台语的，敢若剩2成。文化局希望规划这1个月艺文活动，串联一寡台语友善点头，民众会当摕地图来台南哪耍哪讲台语。记者陈嘉文、刘伟做台南报道。来看大学分科测验，今仔考第2天，考历史、甲地理、公民、甲社会。老师讲哦，历史的题目是出甲真活泼，考学生爱观察甲推理的能力，感笔度阁算真悬。家长连续2天伫考试场的门口手举标语，替台北市新光高中的学生加油，因为这是今年表大学上尾一摆的入学考试。这样的一个改变好像也是一个趋势啊，好像目前也没有更好的方式啊。那如果没有更好的方式，也大概慢慢适应这样的方式。分科测验今年是头一摆起行，有29000人报名，比去年只考减1万外人。第2天考历史、地理、公民，每一科有14000名左右的考生分散伫无同的考区，无像英国遐闹热。若新课讲强调知识爱结合应用，社会科就定定考时事，有袂少考生伫上尾迄几天咧准备的时阵，都会加看新闻。最近比较常发生像乌俄战争之类的，然后还有全球性的通膨，就是要多看新闻。头一节课历史有高中老师分析讲，题目活泼、简单好理解，学生有更较侪时间通思考。比如讲，明朝出版个人记录善恶广告的簿册，记载妇女的规范，都结合性别的议题。伊空白课讲强调的探究甲实作比例透动，规张考试单算是有较简单。那学生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他不难从题干中去找出合适的证据，然后做出因果的推论。历史科有59个考生确诊，伫12个县市的居家照护考试场考试。若大考中心表示讲，确诊甲有感染风险的考生，爱上网络自主填写一条。若下晡的公民课，若准接到确诊的通知，就爱伫2点20钟前打电话予大考中心。若准发现确诊无通报，就会取消考试的资格甲分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教工会之前开记者会，指出讲目前全台湾有600个公务机关退休，佮转去大学教册，领2份薪水的双薪教授哦。有人佮伫10间大学兼课，有的佮是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工会嘛指出讲，嘛有教育部的主管退休了后来正做私立学校的门神，帮董事会来处理代志，所以呼吁讲教育部应该爱提出办法。他一个人可以跨足17个学校。退休了后的生活比无退休还佫较无用。高教工会经理领退休金，各兼私校专任教师的双薪教授资料，发现有教育部高阶主管退休了后担任几间私校的讲座教授董事，抑佫有主持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会当讲是分薪真有办法。并不在他账面上领了多少钱，而是他用他前官的身份帮这间学校不公平、不正义的，到底瞧了什么事情？7所教育大学总校长也好，那都是业务组，每一年我要帮他筹募了将近上千万的钱。那个私校的董事啊，碰到校务发展的瓶颈，请求呢，我们用教育的经验跟专业去协助他，也是没有支领任何待遇啊。除了淡江大学我有支领待遇，其他的讲座教授呢都是没有任何酬劳。红点名的前教育部长高清基澄清，除了淡江大学有薪水之外，其他学校的讲座教授、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拢是属于义务职，家己也伫民间的教育协会服务，希望协助教育推广。高教工会指出，教育部高阶主管离职了后转任私校，爱烦恼的毋是收入偌济，而是有可能变成私校门神，协助董事会规避监督，甚至影响教职员甲学生的权益。如果有过多的这样的老师，的确就是在抢走年轻世代在大学里面任教的机会。工会要求教育部立即制定最严厉之选准门条款，并且应该溯及既往。高教工会呼吁教育部，予担任过副市长以上层级的官员，伫退休离职了后，袂当到私校担任有薪水的职务，甲名义上无薪水的职务。不过到一个月时间，教育部拢还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老旧的大型柴油车制造真侪污染，环保署推出奖励办法，旧车换新车上侪会当补助65万块。也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民众就讲虽然已经订车，也毋过拢无新车通牵，望讲补助会当搁延一档。也毋过环保署是表示讲，空气污染的基金已经无钱咯，无法度继续补助。部分老旧柴油车安全保养嘛是制造污染，顶下柴油大货车排放的 PM2.5就占全国总排放的1成以上。为着减污，环保署推出补助，其中太旧换新上悬65万，但最近申请者反映，订车了后嘛无法度如期交车领牌，影响申请的时效。环保署拍算放宽申请方法甲期限。车辆买卖契约书这个文件呢，先向我们提出申请，从12月10号变成12月31号。受到疫情影响，零件、车体进口受到阻碍，环保署要修正办法。不过，包括国光客运、还有首都客运等业者表示，疫情冲击营运无好，眼前无钱汰换新车，希望环保署会当延长申请至少半年到1年。环保署讲有困难。那我们资金调度相当的困难，所以本来我们在购买新车计划都会延后了。去年甚至要去跟我们别的基金借钱，才能编今年的预算。所以我们花在这里也花了很多钱。你叫我再延1年，那个我们恐怕也没办法负担啦。为着要补助改善甲汰换老旧的柴油车，去年空污基金显示是了9亿，环保署阁编25亿要来投入今年的推动。期限到年底，环保署为106年8月以来，已经协助汰换1期到3期老旧大型柴油车将近6万台，其中氮氧化物减量成果相当是55.5座单一小团的机组1年的排放量。记者林文曾志祥台北报道。遮侪现代人拢常常爱失眠，医师表示讲，若是1礼拜发生3改，症状超过1个月，应该就要去看医生哦。医生嘛讲，提早起床嘛算是失眠的一款，嘛是爱注意。拄着失眠问题，求助病院的困眠中心大期去检查，就因检测喘气、困眠、脑波等真侪项生理状况。啊，毋过其实有真侪人拢毋知影，亲像困不去、困眠无够，连提早起床也算是失眠。今天本来是睡6小时，有些人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睡4到5个小时，他就醒过来。然后就觉得说，他醒过来之后，他好像就也睡饱了，好像就睡不太着这样。不过可能如果是偶尔1、2天，那就还好。可是如果说变成一个常态，还是需要去处理这样子。本土疫情转好，最近困眠中心的病人增加2成到3成，其中不少是确诊了后出现失眠状况的病人。失眠依照时间长短分做短期甲中长期失眠。医师表示，1个月有时阵1、2天发生失眠，也阁算正常。那假使1礼拜发生3摆，症状超过1个月，就需要求助医师。1个礼拜可能发生3天以上，而且会影响到你白天的工作的精神，还是工作的效率。这样子的话，可能就需要去重视，然后需要去诊断跟治疗。除了长新冠病变以外，长期失眠不只会影响交感神经、荷尔蒙，长久落来也引起心血管这问题。医师建议，即摆热天实在伤过热，冷气温度应设定自身舒适的温度。光线敏感的人，窗仔离都爱救援，避免早起的日头伤过光，影响困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的民间有一个少年农民，伊本地伫北部的食头路，后来决定讲要转去南投帮厝人来做地的事业。地4档伊个摕到2届台湾好地特等奖。咱来实在这位真认真拍拼的少年人。即卖有愈来愈侪少年人愿意转到故乡，淡化传统的家业。伫南投民间，就有一个青年农民陈玉成，返乡对老爸学做地挽地，才短短4年的时间，就摕到2届台湾好地特等奖。无论是金鲜也是乌龙，拢甲因独有的地方发挥甲真好。得这一次乌龙的特等奖，那因为民间乡农会喝的茶露，它是比较轻的，比较清火的。所以我们主要在焙火的时候是依照它的干燥度，然后可以越干燥，然后让茶汤越甜越好。原本伫台北做媒体点名陈玉成，因为景气歹，接案就爱看运气。拄出来做地欠人手，
受伤的决心要拍掉定链，等到故乡学做茶，对基础开始学到即马，有才调通管理规块地园。我之前是在做多媒体相关的产业，就是摄影，不过我是接案类型的，但是那个时候台北不好接案子，然后自己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想说那家里还需要帮忙，那我就先回来家里帮忙。我是从制茶的这个环节开始学，然后学了大概2-3年之后，这1年多才开始去学习茶叶茶园的那些管理。做茶敢通做几年把，看天食饭唔敢保证。董学成嘛讲，希望未来会当继续开发出无共做茶技术，让产量更较稳定，让茶芳愈纯愈回甘。为故乡茶产拼创新，行出更较快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东港有一个石头收藏家张国和，伊收藏的石头有一套真特殊的石室的作品，伊用石头摆出落地卡学骨架，甚至是日本料理哦，看起来袂输是真的，咱嘛做伙来看卖。看轨道顶的山珍海味，唔有鱼肉、卡扣、乌骨鸡，阁有狗孔甲蚵仔，遮济青草的好料，真足甲看，是用石头摆出来的。这拢是石头收藏家张国和的作品。种类太多了，大大小小，什么颜色都有。那我就想办法把它煮成可以吃的东西。我有煮了满汉大餐，还有怀石料理，还有很多是水果类的，我就把它分类。收藏家张国和自退休了后，注心咧收集石头，伊甚至阁甲石头分类，有的石头生甲亲像点心，有的亲像芳，阁有一寡甲水果介相成，用盘啊、碗啊甲缀起来，就真做无共国家的料理。我玩雅时真的非常高兴。你要分类，一定要石头要很多哦，像面包类，还有广东小吃、冰品类、水果类。礼盒类我都分得很细啦，形状不同，颜色不同，装起来才会好像看起来很好吃。张国和表示，收集一寡特别的石头，伊感觉真欢喜。最近这几档，伊嘛定定互邀请去各地头办展览，伊希望会当创作愈侪作品，互大家了解石头的艺术。记者综合报道。韩国人拢真重视外表哦，韩国媒体就指出讲，两个韩国人都有一个长的减肥。其实南韩社会大块的人哦，比例是真低，也毋过真侪人拢感觉讲家己无够瘦。心理学家是认为讲，这是受到社群媒体大拢抛一寡更瘦更水的相片，所以才会造成大家一直减肥的现象。热天到啊，真侪人为着穿收水衫，会挑工呛喙。这个情形伫南韩可能更较普遍。韩国人注重外表，已经到有淡薄仔严格的程度。南韩媒体引用研究的资料，讲每两个韩国人都有一个人持续咧准则食食。 주변에서 하니까 나도 어쩔 수 없이 해야 되는 그런 이미지도 있고요. 그냥 살이 찌면 스트레스 받아서 다이어트. 아 너무 사람들이 빡빡하게 사는 것 같아요. 그만 좀 빼고 살았으면 좋겠어요. 말랐는데 뭘 자꾸 또 빼려 해요. 南韩记者去街仔路访问，结果发现大部分的人食物件拢有咧呛喙，或者是有咧想。不过其实韩国大块的比率，伫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内底，差不多是上低。 不过，也是有真侪人感觉家己无够瘦。南韩的学者就指出，这甲心态有关系。看到别人食物件咧呛喙，就得咧做，而且社群媒体嘛，指出这种现象愈来愈严重。 Everyone looks super skinny and beautiful on social media. They also happen to be smiling, which makes us subconsciously think that in order to be happy, we need to lose more weight. 南韩网络流传一张表，内底写韩国分数悬160公分的女性，理想的体重是47公斤；若180公分悬的查甫人，体重应该干那66公斤。两种标准拢比平均健康的体重减10公斤。 It shouldn't be solely for beauty purposes. It's to prevent illnesses and be healthy. Humans are happy when they eat. If you're going to be stressed going on a diet, it's better not to do it at all. 专家指出，不是每一个人拢需要呛喙，都要看情形来做调整。若无将基本若是为着爱水，颠倒失去健康，安尼就真唔值啦。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
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